即马是数位时代，大人囡仔用手机的时间拢愈来愈长啊。不过网络环境就需要有分辨能力，上害可能会害影响到囡仔的发展。有学者就指出讲，台湾的性平教育无完整的教学资源，教材更新的速度嘛无够紧。希望未来教材规划会当增加情感教育的部分，帮助学生表达家己的情绪，避免刻板印象。 网络时代会当看到愈来愈多囡仔手机摕条条，甲朋友开讲拍游戏。毋过，这囡仔敢会当分辨网络面顶的资讯是同学互相滚耍笑，也是有性别歧视。面对这款状况，教师团体指出，目前性平议题课程分散伫各种学科，加上更新的速度对袂着网络的速度，学生无法度完整了解。建议爱跟制定各种性平观念的线顶教材。 咱会当把这个性平的教材变成做数位化，来咱把这个互动式的教材藏起来。不管是伫外远的所在，不管今仔日老师的专长到倒位啦，咱拢会当互老师和囡仔拢会当安心好好学，甲好好教。 教师团体表示，性别歧视的言论伫网络真接看到，平常时建立性别平等的观念真重要，也会当减少校园性平事件发生。另外，也有学者指出，查甫郁卒爱家己解决，这是社会对查甫要有的刻板印象。学校的教材也较少讨论到查甫要安怎表达家己情绪这部分。 可能男性伊伫咧，伊感觉有一寡忧郁、一寡 emo， 阮遮也是一寡无欢喜的时阵，伊会当安怎去处理、去排解、去调解伊的情绪。我想这是阮未来当去建议去修正的一寡部分。 面对数位时代，性别歧视对网络到实际生活当中拢有可能会发生。目前学者民团拢伫公听会指出，性平教育的教材无够完整，其中包括建立情感教育、性教育、多元性别的观念。另外，也需要推动把性平放入去教师培育的必修课程。立委举办公听会，希望收集各界的看法，正做未来修法的参考，互校园环境更较友善。记者张家嘅林玉凯台北报道。